講到最近這幾年有真濟人有咧收遊戲卡牌啊，那卡珍貴的一張是會當賣到30萬。這台北艋舺就一間卡牌社的負責人講，工資收咧就走落去啊，受害者有幾啊千人遭自救會，對檢方也已經介入辦。天門橋內佇台北艋舺的小用卡牌社8月初3這禮拜上班日頭一天，毋但無營業，甚至透早3點，無已經宣讀所有消費者賴群組甲社群笑號，為咗委託銷售，也是已過卡牌的人客，煩惱負責人是毋是錢款去做伊走，甲大陣得算的人寄賣的電視卡片，甲珍貴的預付款攏互款去。台北市法務局消保官特別到現場勘查，毋過人互走去，無人回應。認識周遭的都是10幾到50、60萬不等，對啊，然後聽說也有幾百萬的，可能好幾億跑不掉。受害民眾陸續向警方報案，底有受害人數可能幾落千人，損失金額可能幾落億，也猶太確認統計。不過，真有可能是國內史上受害金額上大的卡牌詐騙案。團組負責人可能已經離境去泰國。對這代志，警方當日查證、確認行蹤，並報請檢方指揮偵辦。民眾如因本案疑遭詐騙或權益受損，請妥善保存交易記錄、付款證明及對話內容等相關資料，並盡速向警察機關報案，以利後續調查及維護自身權益。雖然敢若薄薄的一張，不過有一寡卡牌，尤其較稀罕、歷史較久，也是經過認證鑑定，價錢會真貴。像講其他業者手頭提這張10年前發現的 PTCG 寶可夢集換式卡牌遊戲的噴火龍卡牌，市價都要30萬。同業分析，因為小用卡牌社為今年開業以來介紹優惠，也甲願意予高消費的糾紛賠償，所以得到不少得算的人的信任。沒有拿到貨，我會賠錢給你。那他前面聽說已經賠過一次錢了，那於是就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。業者嘛建議得算的人盡量莫甲當作投資，上好是敢若收藏交易卡牌，而且上好選擇有代理商授權的業者，才會當避免類似的風險擱再發生。記者採訪報道。